127平睇到咁嘅靚嘅濕地公園啦，20分鐘可以到我哋嘅港珠澳口岸啦，一落樓就係高速啦。嗱，南北通4房，哇幾靚！重點係小高層做到一梯一戶啊，門口嘅3個平房送俾你嘅，呢度入門玄關太貴，同埋呢個可以做個長輩房或者做一個兒童房啊！哇！嗱，呢啲都係送嘅廚房嗰啲西門子品牌廚具啊，南北通透啊，雙人台，哇，真係靚！每間房通風採光冇問題，都係見景或者濕地公園景、小區園林景。嗱，乾濕分離衞生間，嗱呢間房都係一樣咁光猛嘅。再睇翻我哋嘅主人房，都係咁靚，睇到我哋嘅濕地公園啦，真係靚啊！樓下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同埋萬平嘅商業，真係飲飲食食冇問題啊！哇，真係靚啊！仲有我哋嘅萬平嘅高爾夫景都可以睇到成屋中央空調，現樓狀態買邊套揀邊套啊！有喜歡嘅朋友下方留言俾我666